另外来看，这高雄市一个生出来的查某人呢，伊是用假的年保证甲咱拐钱，这家长定金付落，煞等无人来，钱也讨袂回来。社会局是表示讲，这个假年保呢，进前嘛捌安尼做，目前已经有3个人受骗，除了照李小发甲罚钱以外，也有报警察来处理。 他是去网络上，然后去找我们的保姆有 PO 那种就是合格，把它 download下来。伫网络顶关找别人的领母合格证书，然后甲身份证号码改做家己的，欺骗家长签约。高雄一名生出来查甫人，伫7月份就摆用同款的手路骗家长签约，加在迄当阵保护定金。受害家长有向社会局检举，冇报案，请警察家己检视侦办。想不到这个假领母唔知悔改，最近有一位家长已经付2万8给假领母，落尾找无人。社会局表示，目前拢总有3个人受骗，敢若一位是已经先付定金。前几天我跟他联络，他有回，对，然后我是跟他承诺到今天晚上10点没有拿到款项就是报警，然后我其实也有告知他说，不是只有我。一般来讲，若是要申请补助，拢会找有保姆证的。但是因为最近这虐婴虐童的代志伤多吼，阮若是找家己熟悉的，也是人推荐的，较放心啦。啊，无保姆证嘛无要紧。民众认为找有合格证书的领母来骗囡仔，佫会当请补助，想不到有人用假证件来骗人。社会局表示，高雄市目前合格领母有3000多位，民众只要去网站，拢会当查到相关资料，而且嘛会当进一步敲电话去集团中心查。更加了解这个保姆以前，伊顾这囡仔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吼，还是迄个服务态度安怎吼？啊，还有签约的时阵，你应该注意啥物细节？啊，收费标准是安怎？这居托中心最清楚。社会局已经协助家长对这名生出来的假领母提供伪造文书、甲早起罪，身份红头经的受害领母冇报警侦办，同时按照李小法对假领母罚6000至3万块。记者柯亚祖、库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